捌一年时间超过，日头也伫身边，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的瞬间谜底。大江的呜，爱下落雨，做伙来呜，音乐才有。大家的呜，音乐唱舞，换你来呜，做伙跳舞。伊是日是双水，我两千八点。我熟悉，记录是落什么记录来的，老的什么？做伙来，各地各种也是错，搞看让人知。一定吃海产，我要小摇滚爱你来。我无音乐理论的背景，嘛袂晓乐器，所以我第一套学的就是电脑的编曲的软体，歌听小的物件，嘛有影响到我一部分。伊呀落地嘿，脑中响起一首在歌名古早的歌，哎呦咻嘣嘣。去当阵咧食人头路的时阵，透早7点就赶火车去实际，下班搁坐火车拼转来，搁要去练团，专心开始咧做乐团了后，嘛是感觉讲这嘛无较好食，重点是创作的时阵，迄快乐永远都在。经过了这多寒天，这原是你的香味。自由自在，充满人情味，这是我对这的记忆，嘛是我介意这个所在的原因。人生百款，逐工拢有足侪故事在发生，有的会当写作一首诗，有的会当做成料理，有的会当创作出一首歌，拢会当变作你家己的记忆。即马对我做伙感觉，找到你介意的音乐气味。海味61号，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海味61号。我是爱听团的热夫，今仔日来到这是大稻埕，充满着人情味的所在。我要来找一个听讲是斜杠青年，伊做足侪事头的，而且伊竟然还有时间来做音乐。行，咱来去问伊是啥物款的音乐会来去刺激着伊遮尔侪启发。哟，老林。嗨，Ralph， 抽出几味。抽出几味。你哪会约咧食啦？我最爱洗布市，因为洗布市有当时啊，你伫一寡较老的布庄，会使去捡着一寡真正材质足好的，也是一寡迄款都是非常符合伊迄个年代的物件。啊，因为我平常是有咧做美术的设计，所以通常老婆我看到拢也介意的，拢一定会买。你去做委托行的头家，去开餐厅办展览，即马竟然会当来做音乐，所以我想要来问你吼，你是安怎去安排这个时间来做这个代志啊？我每一个咧做的代志，其实对我来讲是差不多的，因为比如讲我跳舞啊，还是讲我画图、做美术、开店，这对我来讲，伊有一个相对应的，家己工作迄款 SOP 啦。因为我的店在店嘛，所以迄营业的时间是固定的。啊，我就是用其他下班的时间做这的代志，分配这的代志。你会做音乐是因为你是听到什么音乐来去受到什么刺激，来去启发来讲来，互你做这个音乐。其实做音乐嘛是有一点误打误撞的感觉，其实嘛不是家己原本安排计划来的，是因为迄个 COVID-19 的时阵，大家拢锁伫咧厝内嘛，所以其实我非常享受迄2个月家己伫厝的时间，因为你会使开始甲一寡比如讲画图需要专心的代志。做一遍，家己练习啊，还是平常时捡一寡灵感。因为我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开课较早台湾传统的音乐，比如讲南管啊、北管啊，开始咧找这物件，继续倒来听。啊，搁有迄当时嘛，有甲
一个老师叫林宗焕，嘿，咧学乐琴，哦有家咧琴嘿对是啊是，对遮个就开始捡倒来通证，嘿，家己分类。嘿，然后迄当时啊，就对音乐开始有一点仔概念。阮有一间房间是专门阮牵手伊咧做音乐的所在。我有一天就经过迄间做音乐的房间，想讲，伊内底到底拢会变啥物办安尼？我就去甲伊问几题，讲啊，你即马咧用的这电脑这个软体，这是啥物物件啊？伊就教我较一寡较基础的功能。是。了后我迄暗就开始摸嘛。开始摸，迄样大概做到早起差不多6点外吧，就做出一条歌。了，我家己的感觉是，我有法度安尼去创作这个音乐，伫我无基础、无乐理的基础下去做。电脑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忙以外，搁有另外一个是因为我有学过踢踏舞。其实我受踢踏舞内底一个文化，即兴 jam， 这个文化的影响足大的。所以我所有创作的方式，大部分拢是以这个即兴 jam 为主体，落去发展。对，所以我做代志要有一条线。是。伊是会这条线会向安尼插出去，就像车路口安尼啊。哦。照起工来去行，凡事拢需要变化，别无聊甲放弃啦。生活色彩本是自己掌握着自己风力大，事事项项无正义要讲啥？讲话无烦恼，伊也落地下，脑中响起一首不知歌名古早的歌，哎呦咻嘣嘣，讲这讲懵懵了了，人生懵啊懵。梦无鸟仔问，哎呦咻嘣嘣，讲这讲你倒落人生动啊动，稳稳啊动，哎呦咻嘣嘣，风迎迎。吹在心中，哎呦咻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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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不知歌名古早的歌，哎呦咻嘣嘣，讲这讲七七杂杂人生空啊空，袂记爱你。讲这讲拢连流连人生汤光光。是，伊也落地下，脑中响起一首不知歌名古
歌，哎呦咻嘣嘣，伊也落地嘿，脑中响起一首不知歌名古早的歌，哎呦咻嘣嘣。你做第一条歌了后啊，你尾仔就是可以甲李宇涵老师去做合作。对。我较好奇的就是讲是你去找伊，还是伊来找你安尼？我感觉这个机缘足奥妙的，其实不是讲我特别去找伊，还是伊特别来找我。其实是我有一个甲老师共同的朋友叫孙六，啊有一遍伊甲孙六落来高雄表演，啊大运动，啊。介像是开讲当中去讲到我有做音乐，啊老师就讲伊想要听看卖安尼，啊我就拢全部拢放互伊听。啊了听了其实嘛无讨论啥嘛，就是就我的音乐大家欣赏安尼。啊伊倒去了有过一阵仔时间，伊就有甲孙六讲想要替我制作我的专辑，而且是伊迄讲所有听到的，是要直接拢家做出来。哦，你拄有讲啊，讲你开始做音乐嘛是因为恁牵手。而且恁牵手，你做音乐迄当阵就互你做一个建议的。对。所以我想问讲，这个过程中间，敢有啥物重大着？去冤家吗？还是讲有啥物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无？其实因为我甲阮牵手斗阵嘛要10几档啊。其实冤家啊，还是讨论一寡代志的本质。其实一定会有。小可重大，对，小可重大着，叫冲突，对，冲突。但是这对阮来讲是一个健康的方式。啊，做音乐，伊互我建议当然有当时会冤家，因为伊咧听的物件甲我听的物件其实是足无共。而且阮两个兴趣啊，也是咧看的物件，其实嘛拢无啥共。所以两个人的想法有当时也嘛是会无共。所以基本上，恁伫讨论这个做音乐创作的物件来讲，恁一定会当有找到一个更较好的方式来去做讨论。两个意见讨论的时阵，难免其实会有一寡冲突啦，顶打着，嘛是为着专辑会使规个统整起来，做了较好。对，嘛是为着好的目标，所以会有一寡讨论。你有一条歌是用迄落。桃花过道，迄是一条车歌调改编的。你哪会去想到要经这条歌？因为其实我自细汉，就是拢听台语歌，而且我细汉差不多国校2年进前，拢是住伫咧屏东，甲我妈、甲我公因住斗阵。啊，我外公嘛是伊是基辛，啊我。阿祖就是阮爸爸这边的查某祖，伊嘛是基辛，包括阮奶妈嘛是基辛。所以我伫遮的环境内底吸收到，其实定定拢会看到人咧人车鼓。所以定定拢会听到一寡音乐。是。包括桃花过道啊，还是草蜢人家讲啊，这的民谣啊。所以，而且因为我拄好有写一条歌，内底有。一段是伊也落地嘿，脑中响起一首唔知歌名古早的歌。啊了后去下课了后，发现是桃花过道，所以安尼我就不如我就决定甲宇涵老师讨论讲啊，安尼我想要做一条歌。因为这条歌通常有记录，因为。长度的限制，所以其实通常拢是唱到6月份尔。对。真罕得有唱到12月份。我甲我的台语顾问，就做伙溪口啊，翻一寡较早的文献，甲这的歌词拢统整起来，了来翻唱一个。伊是有一点仔小宝，对，天道白啊，甲桃花枝啊，小宝的故事。对啊。
管水讲一直咧流，不管谁的谁咧闹，直直走，直直走。风江边头你有声音，唱出我这人生，爱来爱去拢是戏。谁知影的心无彩的心，目不小你名义，不再讲起，拢好伊去。茫茫的你，对你起起落落的心情，又在你，啊风在哭在吼，看你在哭在吼。我今仔带你来这是北投的公园，这内底有一个北投的图书馆。足水的。嘿啊，规个主题讲拢是茶较济。对，用台语来做创作，对你来讲应该不是一个足大的困难嘛，对无？我想要问你讲，你哪会想着讲用电子音乐来去甲做台语做结合？细汉拢会互阿公带去迄个小吃部啊，所以开始做音乐的时阵，非常直接的写的物件，就是台语歌。所以对你来讲，应该是无啥物困难嘛。我感觉也是有一点仔困难，因为我无音乐理论的背景，对，我袂晓，嘛袂晓乐器，所以我第一套学的就是电脑的编曲的软体，所以自然伊内底的声音拢是电子的较济，而且可能我咧找声音，甲我耳孔较有结合的，较下输的，较下输的，拢是一寡电子的声响，较济吧。通常我第一届开始做音乐的方式，就是我会先甲编曲的规个架构做出来，了后就开始伫黑白唱，拢是一款脆糊糊的物件。啊，你看是要安怎甲伊套蓝、倒鼓，还是押韵，安尼去找。你第一张专辑，你有放啥物
理念伫内底无？因为我一开始咧做音乐、做创作的时阵，其实是服务我家己的，所以这个物件就自然就是先我看到的，我想的，还是我听到的，拢会出现伫我遮脆糊糊的物件。了后我过来统整伊。下班规个工作拢结束了，差不多拢12、1点。所以我逐遍拢差不多做音乐会做到天光。了后就听，一直听到困。所以我这张专辑的名较会好做，叫做《梦中三更》。对。你进前有去火锅店遐去做一个演出嘛，对无？那会想着讲去火锅店？其实迄是一个音乐厂牌因做的办的活动。是。啊，我接到这个演出的第一个想法，其实是想到较早拿宝酒、我听秀迄款物件，所以我规个演出的迄款 flow 会尽量照，会使完全做会到的话，我就尽量想要去做出迄个我听秀迄款感觉，因为我听秀的物件嘛有影响到我一部分。对啊，迄款较松水的物件，对啊。因为嘛是因为讲你去火锅店做这个演出了后啦，就足侪人有去注意到你啊，正经的啊。所以啊，我今仔日拢足欢喜，讲会当邀请到你来参加阮海味60号，然后去听你的音乐，哦，大家拍开，哦，大家来个听看卖赵琳的《梦中三更》。感谢，对不？对，谢谢，谢谢。花是照影，闪闪时时，照袂清你的面。加出讲答来表示，阮对你的爱意。你看我看你三分过去，你拢无出声，我头做你去。色照影，闪闪时时，照会出影中的人。加出讲答来表示，阮对你的爱意。你看我看你三分过去，你拢无出声，我头做你去。秋风微微吹过面，生命已上边，微笑这样才水面，盼阮空相思，孤痴满满挂在边，寂寞长长的面，你看我看你，秋风微微。无出声，寂寞的暗暝。你看我看你，三分过去，你拢无出声，我头做你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海味60号，我是爱听团的 rap。今仔日小雨绵绵，
我今仔来到这是大稻埕的码头，这个气氛真正是袂歹。今仔日咱的来宾，这个乐团呢，因嘛是足够用这种气氛来写歌、制作歌曲，而且这种天气听因的歌曲，你嘛会感觉心情足轻松的。行，咱来找因。William， 秘密，恁啥啊要合作宝岛材料行啊？其实头起先是真正毋知要学啥名，煞想着讲，因为阮就点伫台湾，是，所以宝岛的两字用了真正常。你讲嘛对呢，对吧？安尼较有意思。是安怎要用日本字咧？对，你用迄日本的汉语。嘿，对。因为迄时阵咧做音乐，甲日本7、8、0年代音乐较有关系，我就想讲用这两字看起来较有感觉。是安怎要用材料行这3字咧？因为这3字，互人想到的物件都看到真老热，所以阮才会用这3个字在代表讲咱的音乐很热闹、很快乐的音乐。老热。恁的音乐哦，我有在听。听就讲恁就拢用迄种较复古的迄种元素入去。对。就亲像你拄我咧讲的，讲有人你会想讲用日本的一寡较古味的一寡元素入去 ，City Pop 这，你当初是哪会想着讲要来做这款的音乐？迄时阵咧听足侪日本迄时代的歌，是。就介意了后，想讲无咱来做看卖，看是咱用台语来做，看是啥物感觉。结果做了，家己嘛感觉袂歹，所以才想讲用这种的方式来甲大家见面安尼。恁的歌，我感觉大家人听拢想要跳舞，恁家己敢有为恁家己的歌去编一个舞来跳？有一条歌。叫做《调通情侣》，阮写的。迄时阵要翕 MV 嘛，就想讲这种遮老底的歌应该要跳一寡舞的，煞编一段来跳，编一段来跳。结果我家己编的，煞上尾一个会晓跳。你较高的所在毋是这遮啦，因为恁两个啊，拢是同一间学校的嘛，对无？恁伫校原底就熟悉啊吗？无咧，无熟悉哦。伊是咧读迄电拍戏的、拍电影迄种，我是咧读曲学，我煞走去因迄科去上课，上课嘛，都爱分组，都爱，恁两个全分共组？毋是共组，是我无人要甲我共组，伊看我遮可怜，走来甲我讲话。然后我嘛无啥朋友啊，想讲水啊，真有好哦。正讲一开始就两个人安尼甲斗起来啊嘛。斗起来了后，就开始写歌。迄个时阵，我有伫看恁内底，佫有写一寡华语啊，佫有台语啊，佫有英文，日语编曲的内底有日语的日本的元素入去啊。哪会讲去想着用这么一款语言来写歌？我是感觉写词的时阵吼，你敢若用一种语言，其实是足歹押韵。颠倒是你用愈侪吼，你会发现讲，敢有可能英语甲台语会当押韵？佫人家甲做伙啊，佫袂感觉讲足奇怪。对，我是感觉安尼是足有趣味的。而且听过拢较好记就对啦。因为你会当记，你记会掉的所在。对，你有华语、台语、英语，还佫有日语。
看透人生我，想要倒离开，但是无可能，浪子的酒桌，要家己来担，何时就收山，转去我的风声，满城风雨，迷雾茫茫，路伫倒位，那水茫茫，到倒位拢是乌有，我需要你的身边，阮袂去是思念的情，月光也伴阮无眠，经过了这多寒天，这管是你的香味，如今一切拢是空虚，你的笑容也不再忘记。后一摆看家己算故意，摕一手的好牌，只惊天公来创顶空，起是我的墓碑，希望来表达上水啊才会当，互恁了解，若有困难，毋是阮讲这，看风一阵一阵咧吹，皮嘛一张一张咧写起，当阵想要讲出的话，只剩半暝孤单婴仔异乡的游子，敢会行家己行袂开脚，点一支烟看天顶，我想可能会较快活啊耶！组团了后，拄有一个状况，就是讲有人伫食人头路嘛。嘿，对，我迄当阵去食头路。你咱食人头路，啊，尾恁组团了后，你敢有去感受到讲组团了后，耍团的甲去食人头路，这两个生活的方式，敢有啥物无共无？哦，迄是差足济。嘿，无迄去当阵咧食人头路的时阵，透早7点就去赶火车去十指。去十指哦。嘿，走去十指去上班。嘿，啊上班了后，啊尾7点外才下班，下班搁坐火车拼转来，搁要去练团。迄当时是较辛苦，但是专心开始咧做乐团了后，嘛是感觉讲这嘛无较好食，因为艰苦的所在较无共啊。但是重点是创作的时阵，迄快乐永远都在伫。所以恁即马就是算讲专职咧耍团了对。其实嘛无，我即马搁来食人头路。啊，你拄啊，恁讲咱有讲到，就讲你有一条歌叫做交通清流，嘿，啊，交通敢遮附近嘛，对无？嘿啊，啊，无咱来遐看卖。好啊，做伙来去踅踅。行，呀。这个所在就是恁平常时伫练团写歌所在。对，算是讲安尼。嘿，啊，恁安尼一个月会伫遮住几工？你咧？你是讲住喺遮啦，是讲伫遮
只只编曲啊、做工课啊、写歌拢在遮。你拢伫遮？对啊，拍电动。拍电动来找灵感的一个来源咯。你用台语来写歌，啊，我捌听讲恁的台语无够好，因我今仔咱咧开讲落来，我袂感觉讲恁台语无好啊。啊，是安怎人会安尼传？我是安尼，我感觉是安尼啦。在舞台顶悬的时阵，大家咧唱歌了后，拢爱小可讲话嘛。啊，伊较含慢讲，所以咧舞台顶其实伊无啥咧讲话。哈，我敢若我讲300句，伊讲1句安尼。所以算讲是一个误会了，对。人讲头先讲台语是讲伊，毋是伫讲你。嘿，其实我会晓讲嘿，因为我较早头起先会晓讲的语话嘛是台语。嘿，后来我才会华语的。所以即马大家知影吼，因是晓讲台语的，只不过伊讲较少啊，尔。安尼讲有对无？无嘛，而且伊嘛听有嘛，晓讲，伊是讲就是较少讲啊，拢咧拍电动。这款人生冷的清清应该真歹过。这种日子异乡日子，我写做心内陪啊。要生活，要希望，有一天总会无烦恼。要时大，要时小，这世再无艰苦。在是鸟仔咧哭叫，甲我的前途袂要紧当行，上无法度，今日搁爱上班。讲是认真，但其实浪费时间。听歌若太人放过了面笑，若剩拄才宝贝，宝贝啊，我的宝贝，原谅我惨，我拢讲袂好势。我家己上要咧行，免讲照常咧行，行无就行无做阵咯，兄弟啊，将我又变干。那就这样，那就我，一天过了一天，心情愈来愈不坏。我趁我大汉了后，对社会是愈来愈不满。已经放弃再转去这条歌，送予一歌，讲袂出声的代志，想要看清这世人的意义。好歌声再去，已经放弃再转去这条歌，送予一歌，讲袂出声的代志，想要看清这世人的意义。闪闪是，这款人生冷的清清应该真歹过。这种日子异乡日子，我写做心内陪啊。要生活，要希望，有一天总会无烦恼。要时大，要时小，这世再无艰苦。要生活，要希望，有一天总会无烦恼。要时大，要时小，这世再无艰苦。什么时阵的已经变假，生活伤紧，毋通随着伊风影。慢慢咱熬酒点地暗暝，点点马好。车红灯啊，过也过袂了，过袂了的青春，感觉偌济青春无法用了。偌济的遗憾，当我珍惜各地的时阵，已经放弃再转去这条歌，送予一歌，讲袂出声的代志，想要看清这世人的意义。好歌声再去，已经放弃再转去这条歌，送予一歌，讲袂出声的代志，想要看清这世人的意义。闪闪是。听恁讲过，就是讲恁想讲要去鼓励大家去找找着讲大家较早拢熟悉的是个
复古啦，无学时代啦，啊，搁一寡北控的迄种日本的迄种 style，迄种，大家拢已经印象中就有迄个 mark 的存在。这个 mark 对恁来讲有啥物意义无？我感觉这问题实在足复杂的，因为对阮来讲，其实无迄种 mark， 无迄种标签的存在，因为这都是平常时阮家己咧听的歌，虽然伊是780年代的歌，但是即马照常会当听到，只是讲咧时行的歌甲这个较无共，啊，要互人听的时阵，你会感觉讲，迄就是20-30档的歌。毋过对阮来讲，阮共款咧坐捷运的时阵嘛，拢咧听。是安怎？我咧坐捷运听即条歌，我叫做复古。你听较 Despacito 迄种较时行的歌，你搁流行。我感觉这个关系，敢若毋是单单只有歌本身的影响，敢若是规个社会、规个文化的关系啦。20-30档进前创作出来遐音乐，咱逐个人爱听。即马少年人听落了后，凡是有一寡灵感会出来。我会讲，迄是嘛是一个元素。听了后，你讲我来拍电动，拍完了，迄电动内底 BGM， 这是我捌听过哦。安尼我可能来甲创作者来做一下套蓝的一寡即马较家己想要去完成的创作，安尼。因为伫咧创作的时阵，你会想到甲你本身生活内底较有关系的物件。对，一定的。伫阮的身躯顶确实是较早的歌无毋对，但是这个影响所创作出来的物件，嘛算是新歌。是安怎新的歌会互人大讲这是复古的物件？我感觉这个关系会当搁互大家搁较思考一下，因为即马嘛有足侪人伫咧唱台语歌，迄共款嘛是新创作的，但是安怎利用特别的语言，你会都感觉讲这是复古。我感觉这搁会当互大家小参详一下，毋爱讲大家若听到台语就讲复古，安尼我实在是袂懂，那是对无？所以讲，咱大家就爱来听咱波多材料行的这个专辑内底的歌，听一摆两摆了后，你就发觉讲，毋若干那复古安尼啊，搁有一寡套入一寡新的元素，而且迄个元素是一款进前就有啊，即马嘛是搁有，而且20-30档进前你时行的物件，搁过20-30档了后，搁时行倒转来。对啊，颠倒是算一种创新的感觉。对。好哦，今仔非常欢喜，咱波多材料行来咱海味61号来去分享因做创作的音乐，而且咱嘛爱需要来去听因的音乐来甲因支持，听因的音乐，我相信听一摆两摆，你会听出一个复古的新元素伫内底，而且讲实在听恁的音乐，真正心情会足轻松的。跳舞就对啊。对，没错。谢谢，感谢您来，谢谢。Ask me about what it's supposed to be. I think we all could leave, but imagine if the time rewind, the feeling just can't be fine. Hope I see you once again when the city rain still light up the every time. Let time pass us by.我还是在原地依旧，回那几种像你廉价的苹果，我早就想袂起，能够会滋味，你讲起来也趣味，因为我毋捌注意，多少时间不经意流过手指缝，来不及的道歉，宁愿当作都是梦，执着在抓不紧的影踪，一口又一口咳过了一首又一首，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想做又尚未做的在等我，一口呼吸的喘息空间，我想我会拿来抽烟。地心歌底有一
种气味，香甜香甜，煞一丝稀微。Let it go, let it flow， 记中的春天。Let's dream about what it's supposed to be. I think we all could leave, but imagine if the time rewind, the feeling just keep me flying. Hope I see you once again when the city rains. So light up the every time, that time passed by. Let's dream about what it's supposed to be. I think we all could leave, but imagine if the time rewind, the feeling just keep me flying. Hope I see you once again when the city rains. So light up the every time, let time pass by. 醒着太久，想要钻进洞里，时间没有白流，至少还有人懂你。只是想要一口生命的禁果，或真心的替我送上一抹微笑，像是面临那些困难不紊乱的心跳。无论在遥远的地方，心像是家一样，伫心肝底，搁是迄种气味，香甜香甜，酸目感到稀微。Let it go, let it flow， 记中的春天。Ask me about what it's supposed to be. I think we all could leave, but imagine if the time rewind, that feeling just keep me flying. Hope I see you once again when the city rains. Still light up the every time, last time passed by. Ask me about what it's supposed to be. I think we all could leave, but imagine if the time rewind, the feeling just keep me flying. Hope I see you once again when the city rains. Still light up the every time, last time passed by.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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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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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Just keep me flying, keep me flying, you keep me flying. Ba-da-ba-ba-da-da. Just keep me flying, keep me flying. Just keep me flying, keep me flying, keep me flying. Just keep me flying, keep me flying, keep. 昭林甲报道材料行，因的歌曲甲伊写的词，互人听到了后，会有一种想要摇摇动的迄款感觉，那亲像想要跳舞，佫无完全是想要跳舞的迄款摇摇动。我家己感觉是真趣味，所以咱大家做伙来甲听看卖影。昭林甲报道材料行，因的音乐是安怎会互人听到想要摇摇动？